嚟全部俾活動我都未試過咁平，99蚊可以買到1瓶嘅羊胎素膠囊，對於我哋女人好有幫助。特別女人佢有2個時間段，一個係未停水停電，一個係已經停水停電，都係好好。未停水停電食1粒，已經停水停電食2粒。就咁落單就得㗎啦，係啊，就咁落單得㗎啦。你拍夠2單啊都唔怕嘅。呢個價錢啊，你最大咧就係拍3瓶好啦，因為時間咧係到27年嘅2月份，最大拍3瓶足夠㗎啦。因為一樽係90粒，澳大利亞原裝進口，係羊胎盤數，喺羊胎盤身上提取嘅東西。大家都知道澳洲嗰個環境，嗰個羊胎嗰個羊咩咩喺嗰個咁自然環境裏邊係咪啊？非常之好嘅，剛剛刷到係咪？剛剛到係啊。對咩作用？呢個羊胎素係對女人嘅內分泌有幫助。女人生完之後攞得特別快，係因為我哋嘅內分泌失調。仲有點解女人會好多女人生完之後飲水都有肚墩墩，都有肚咩腩？係因為我哋內分泌失調。所以呢個係改善我哋內分泌嘅一個好好嘅東西，甚至乎內分泌失調會導致你瞓唔好。你一瞓唔好呢，你個人呢就個人好焦躁嘅，個人呢就會身體嘅變化有情緒，然後身體出現一啲嘅其他嘅東西，甚至乎包括開始導致有啲姐姐內分泌失調，開始有肚腩等等，飲水都會乜嘢肥咁樣，就係呢個意思啦。所以佢改善呢樣嘢，平時200幾蚊一樽，大家都知嘅，呢度好多姐姐買過啦。平時一樽係270幾蚊，今日呢一個首先佢係支持天華。因為我好多新蠔要開嘅，第二個冇任何副作用啊，你放心，呢個冇任何副咩作用。但係先講清楚，如果你有治咩公肌咩瘤嘅，唔建議食，因為嗰個你吸收唔到，亦都作用唔大。但係你冇呢樣嘢嘅係非常之好。你見到所有嘅明星以前都要食呢個羊胎素，食羊胎素同埋食麥角硫因，大家都知道嘅，甚至有啲去瑞士打嘅係咪羊胎盤素？內分泌失調會令到你40歲女人都唔想煲咖啡，或者你停水停電好辛苦，所以無論係你已經停水停電，即係你已經係更期，或者你未進入更期，都非常之好。特別嗰啲姨媽唔好啊，啲量少啊，顏色黑掹掹嗰啲朋友，呢個絕對係女人補品嚟㗎嚇。呢一個嘅8號、1號同8號，你哋1號係膠原蛋白肽啦。2號同埋8號，1號、2號、8號呢幾樣嘢加埋呢，完美配搭，仲有一個麥角硫因。幾長時間，每個人嘅身體情況唔同，係咪啊？買咁多唔知食咩好，我都理解。我自己一日都食好唔少嘢㗎嚇，咁但係值得㗎。你問好似加拿大嘅一葉姐，佢都係咁食法嘅。海外嘅朋友都習慣咗，即係佢當食物咁食嘅啫嘛。咁你唔保養，人會容易殘㗎嘛？啱啱先啊？幫你買一份啊，英姐你講嘅羊胎素，英姐係咪？幫手上個燈牌啊！未關注天華嘅朋友關注下天華嘅啊，關注下天華。羊胎素好瞓好多嘅，真係好過你食嗰啲乜嘢你瞓唔好覺嘅朋友，你唔好食嗰啲乜嘢。除咗我賣嘅嗰個植物嘅瞓覺丸你可以食之外，其他就唔好食嗰啲唔對身體唔好嘅嗰啲瞓覺嘅嘢，好唔好啊？呢個真係好好嚇，我只係咁講啊！入嚟全部俾活。